检方对早这中共介入选举，发现讲这通促党内面省长的干部含伊的太太涉嫌收中国7400万，按照这中国国台办的指示，伫伊主持的广播电台、抖音也个 Meta 等社群平台顶头，来影响到今年初总统大选进行认知作战，甚至佫考考这国军，若准这两花烧战的时阵，伊就爱投降，互检方依照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甲通促党总裁张安乐几下摆同齐翕相党内的省长中央委员兼党的发言人，主持的广播节目定讲统战言论，即马互控诉收集办代志。这一次的演习，台独党上下真的有吓到，所以证明祖国大陆适时的宣示台湾海峡的管辖权是必要而且有效的。各大社群平台一直更新影片，尤其两岸议题，讲甲是喙甲全破。检方发现，伊甲涉案家后两人涉嫌用广播甲社群诽谤香港社运人士，佮加定宣扬解放军军规，抗衡咱的国军两岸战的时阵放弃抵抗。原来幕后有黑手，就是中共国台办，予以7400万要求照顾念，无一出认知作战。在其所主持之台湾向前走广播电台节目以及网络平台，介入我国选举、罢免及公投等政治议题，影响我国民主法治之正常发展，严重威胁国家安全。阿波罗互起诉涉嫌反渗透法之外，也涉及中共介选为四大公投立委罢免案。今年初总统大选受对方指示，拢有插一卡，受要影响舆论倾向，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嫌。7000几万，你哪不爱规矩讲7亿外啦？啊，你7000几万是安怎来？我所讲的言论啦，甲统促党意向的主张拢总共款，并无讲啊，一定受到什么人的好处，较讲什么人的话。面对检方起诉，涉案干部发网网家己的言行，拢甲通促党的理念同款，敢是摕好处完全无关系。也毋过，中共渗透的手法真侪，若是会散布假信息，找大商做媒介，一摆就连政党也互控诉加做这个管道。我相信，对于中共而言，他当然会希望说，能够在台湾内部有一些能够组织化的一些团体那当然就是政党来去帮助中共去实现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些政治的宣传。对方经政党下手，或者分析锁定伫政治便利性，透过国内政党名义间接影响民意，中共为几啊方面来入侵，咱国民众爱提悬戒心，有关单位防范也爱对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